队，讲台语，黑爸爸，来欢迎第一组来宾，倒队。台南人讲台语，拼第一。第二组来宾咱正队。正队，正队，正队会，正队，正队，正水开，正队，正队，正厉害！真正也正厉害啦！对好，来第三组来宾，咱的搭队。搭队，搭队，上有智慧，奖金稳定，请你离开。好，那奖金恁摕，阮就会离开啦。对。好，来第四组来宾，咱的领队。马祖来保庇，百万提登去。马祖拢来啊啦，欢迎欢迎。好，大家好，我是美秀。大家好，我是阿翔。来，今日四队较想影对100万，较想影有迄个热心啦。今日四队就是。因为咱的复赛拢赢，所以来这个决赛。大家来讲，啊，离100愈来愈近啊！吼，啊，其实免紧张，放轻松算，放轻松算100万会较近。啊，今日咱嘛收奖金哦，奖金总偌济？嘛是共阮62000。是，啊，咱先甲做一件代志，就是先甲咱的奖金。较上济，拢紧日摕到转去，好，咱这个来想100万的代志啊，哈，来，咱的第一队，倒队，倒队，咱的队长是啥？大家好，我是一峰。哎，听讲你拢困袂去哦？哟，我这紧张的，足紧张的。免紧张啦，妈妈伫边啊，你无看到？顶一届 MVP 啦，是可以解人逆转胜。对啊，这边的，这边个从阿姨来，阿姨嘛来啊，是听讲阿姨的台语袂歹，啊，毋过就是较歹势啦，免惊，尽量佚佗，尽量佚佗，当作厝的佚佗。欢迎你，啊，顶抓有奖金无？顶抓有啊，偌济？摕2万啦。哦，2万六加济呢。好，来，我咱第二队的车队。大家好，我是一健吼，今仔游玩是阮原班人马，这是阮经纪公司的一家伙啊，所以来抢奖金。啊，今日队员拢共款？是，拢共款。顶抓奖金偌济？哦，摕到一个足大的爱心啊！爱心，寄来阮家啦，寄来阮家啦，6万离阮家里的，拢摕去，好，阮的大大爱心的喊做100安尼做伙，对，拢喊你，利息拢计内底啊，哦，放心，对啊，好，来，换咱的搭队。大家好，阮是公司台语台语表演班，我是导师，也是阮的新演员，伊是，我是嘉骨，伊是，我是詹北雄，伊是，我是周卡勇。哎，虽然讲吼，阮是上少年的，啊，毋过吼，阮的运气足好的，希望当拼出一个好成绩。哎，运气若要对你，就对一世人，你毋知影，你拢是运气好的啦。是，啊，咱顶抓运气的奖金偌济？顶届咱嘛是。爱是哦，我就希望今日个6万，拢送出去啊，送出去。对啊。好，啊来，咱的领队，咱的马祖婆啊。哎，大家好，阮这队嘛都少年的啦。是。啊嘛拢无变哦。嘿，阿明，阮两位新的朋友。是。阿明，阿哥来妹啊，我来支援呢。嘿，对。是。阿哥啊，阿爹。因为是。要拼输赢，所以讲资源一定爱强啦。对啊，哦，台南来，哎呦，专工走起来啊！专工走起来100万呢。哎呀，啊，叫我都付车票。无，拿包客人车等。哎呦，那赢袂使啊！真正包客人车等也免想啊济啦。是，咱顶出来奖金有3万1。哇，你讲厉害！放轻松佚佗，较想影奖金会对比。是啊，卖紧张，是卖紧张哦。好，今日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啊，拨声欢迎咱单鸿辉单老师。讲台语有智慧，讲台语拼第一。哎，咱今日拢要来拼第一的哦。是啊。第一就是讲场啊，进入咱的决赛啊，总决赛哦。总决赛。好，同齐来甲拼一下哦。好，今日咱的第一回合斗阵抢擂台。
全家有智慧，讲台语提100万。这季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比赛分做初赛、复赛、决赛，只要过3关，就有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100万的奖金哦！大家爱加油嘿！斗阵唱擂台。哎呦，大家做伙来。无唔对，这届擂台歹唱哦，哦。拍胖。哦哎呀，来因为每一个人啊负责2题啦，两题啊，一题4000啦。这顶座大家拢佚佗过啊。对啊吼是看倒一个卡落啊，塔架落啊，手头菜嘿嘿嘿吼，就通啊上擂台啊哦。咱讨论好的，请上擂台。下，啊，大家行。谢你。刚刚不是有按好来。来，加油！哎呦！哇！好来，咱第一位啊，吼，好来，第一题要来啊，哦，好来，几个你7个你， ？7个你，咱请出题。哦，看真足看两边的图。哦，一个是你安那，啊，一个是你安那，唔知影对唔对？唔知。来提示一个哦。好来，好不好？来，第一个提示。哦，T。哦，表示讲是 T 哦。哎呦！哦。啊，但是一个粗一个幼哦。是啊，是虾米货咧？好，来，第二个你哦。过来。来，第二个你。行。嘿。什么体，什么行，什么是，嘿，要生啥咧？行，不要紧，下面题，免烦恼，我搁提。来，过来。好，过来一什么行尖？哦。哎，有啊，这就应该是，安那弄啊变做是什么体啊变，就尖。对啊，是不是？好来，不要紧，搁一哦。过来，来，搁一。拍体。嘿，什么拍体？什么生尖？一个来了。好来，哦来，来。有你。有心拍铁，用心拍铁，磨成尖。哦，来，老师伊安尼讲对唔对？歹势唔对哦。咱老师考虑再三呐。是，慢慢来想着咱但是意思差不多啊。是，想着咱通啊抢答无？无呢。无想着，我过来一个字哦。好来，搁一字。哦，有嘛？这你看答案就差不多啊，答案差不多啊。来，用。五星 party，五星 party，必行尖，哦，好，来，老师，伊安尼对唔对？五星 party，必行歹势。哎呀，好来，两位有机会哦。也是过一个字啦。过来一个字哦。系啊，咱7个字吼，该讲6个字，搁袂晓，咱嘛无法度啊。好来，过来一字。哦，有啥物拍体成尖？是，好来，咱大家请手答无？来，舞会拍体心尖。哦，舞会，哦来， party 老师，舞会 party， 体型尖。歹势哦。哎呦，哎呀，中应，换你哦。好了，五星 party 体清江。先互你对。哦，来分数。中应哦，这个事情咯。来，咱听老师来解释。我原本头先就要甲阿翔纠正的啦，想讲留到即马来讲嘛好啦。就是咱即个成功的成，伫遮毋是读做成啦吼，因为伊这是讲。那有心拍体会正做尖的意思，会变做尖，正做尖，所以是正的音才对啦。嘿，啊，毋过因为你头先就讲成，所以对咧讲成啦吼。你是讲对啊？还是有心拍体正尖。好，就是正做啥物货的意思，对，就是意思就是讲，只要有这个心吼来继续拍拼，可能爱一段时间，但是落尾会达到你想要爱的物件就对啦，所以咱会当甲这个音记一下吼，是有心拍正尖，正人的正，嘿，正做啥物货，好，以上，好来，不要紧，3位。咱搁参加拼，来第2题哦，几个你？5个你，5个你，来，咱请出题。哎呦，哦，
有啊？哦，哈，三马尾拢看清楚哦。还看起来敢若，哦，迄两个是谁做差不多嘛？是。后来咱请手答。西中兼外贴。哦，都伊看会出来西中跟我呢。我想讲安尼啊，教伙啊兄弟啊，外贴啊，哦，安尼尔，我刚刚看了迄个贴啊，想到啦。西中兼外贴。健康。来分数。终于又得到4千咯，厉害厉害！这传统若准讲要结拜啦吼，就是会互相交换金贴啦吼，就表示个人的这个。可比讲你的这出世年月日啦，还是讲像我基本资料啊吼，会写咧，啊然后交换安尼啦，吼啊所以啥哪会讲换贴，吼有这个典故伫咧，嘿啊当然就是西中兼换贴咧表示迄个交情啦，吼是真心真稳固安尼，吼相信大家应该是定听到，好以上。放心，后手还有3位哦，来咱今日来换人。好，来，即马就是恁表现的时阵加油哦！来啊，2题哦，把握机会，来，几个你6个你，6个你，来，咱请出题。哦，你有看真足看哦，边啊摆啊，三马会哦，6个你。伊表情看最要紧。表情啊边啊摆啊拢爱看哦。嘿嘿嘿。好，来，我一字要恁提示哦。来哦来哦。来，第一个字。豆。是什么豆咧？南豆的豆。安尼，佫有印象无？无咱佫讲哦。好，来第二个字。拿豆。哦，拿豆是啥话呢？拿豆拢喺海边啊啦。啊。那唔知，我佫提一个，妈妈你看有无？我唔知。我佫一个字哦，你个你。好，来佫一个字。卡。是，好来哦，唔好讲哦，来，搁一字哦，来，搁一字。哎呦，拿豆叶切卡葱，拿豆叶切卡葱，老师对唔对？健康。咱边啊，咱袂当讲哦，好，咱要公平哦，哈，好来分数。终于得到4千咯。来，咱听老师来解释。好，因为拄则讲哦，拢伫海边啊看到这拿豆吼，是，啊，拿豆叶其实拢安尼擦有无？擦啊，足穿安尼。对，足穿足擦的，对，啊，应该无人会摕迄来切尻川啦吼。啊，毋过安尼就是形容啊啦，家己讨皮疼啦，家己找麻烦安尼啦，嘿，对，所以这嘛是，这算是迄个热克拉话啦，嘿，所以拿豆叶切尻川，大家会当忘记啦，嘿。第二题啊哦，加油哦！会记哩哦，咱来看咱家己实力，边啊人都莫甲提哦。袂使讲哦。好，来，几个你？11个你。11个你哦。好，来，咱请出题。哎呦！来看清楚，伊哩。哎呦！安那呢？这足简单的啦。知影无？知影咱就请手答。好，妈妈来。暗头啊，食西瓜，半暝反正。我敢点一观众朋友紧来哟！咦，敢知这是什么意思嘞？来，几个你？11个你。11个你哦。好，来，咱请出题。哎呦！来看清楚，伊哩。哎呦！安那呢？这足简单的啦。知影无？知影咱就请手答。好，妈妈来。暗头啊，食西瓜，半暝反正。哦，暗头啊，食西瓜，半暝反正。我敢减一字。半暝啊，反正。哦，加一个就好啊。是，但是我唔知对唔对哦。我拄了看你。好来，老师伊安尼讲对唔对？健康。有一个音啦。好来，分首先。终于又得到4千咯。对，啊，你当然迄个啊无嘛不要紧啦，嘿，啊，毋过这就是安尼对应吼。对，啊，这个反正相信咱迄个有讲过，就知影就是讲迄个镜头安尼念伊好念伊歹，啊变化足紧的安尼啦，吼，啊所以即句话通常就是咧讲，敢若一寡代志安尼，本来讲甲好势，落尾中途变卦，啊有真侪变化安尼吼，拢咧形容即种变化安尼啦。
好，以上。不要紧，咱今晚来看这分数吼，看阮倒对。到底就8千咯。来，正对。哦，毛4千。袂歹，好，答对。答对，爱心一粒，加油！加油就来啊啦，哈，来面对。有4千。哦，好，后手阁有2位哦。哦，来，咱进来换人。对，咱的俗语其实少年来有上好，因为对恁以后演戏拢有帮助。我以前演戏的时阵，我听到这我拢讲伊，这是什么意思？因为咱咧搁了解什么意思。对啊，这有法度讲嘛。好，来2题鸟。好，来几个字？8个字，来，咱请出题。哦，斟酌看哦。哎呦，是虾米会甲虾米会哦？哦，因你创啥？是虾米会甲虾米会哦？迄2种动物。哦，来。无，因为8字较长啦。好，来，咱看第1个字哦。来，第1个字，猫嘛，对吧？动物嘛。边仔就是猫甲啥会？对啊。哦。无人知。无人知。好，第2个字的提示。厝。无人知。无人知，不要紧，咱个提示。好，来，搁一字提示。刺嘛。刺，刺甲厝拢会当。哦。哎呦。无。啊，几个来？过来一字提示。厝内嘛。厝内什么鸟？对。啊，什么厝？什么？对。嘛是唔知。好，来，咱过来一个提示。厝内啊，什么鸟啊，什么厝，什么卡？我又看卖。好，来。厝内无鸟鸟刺翘骹。哦，厝内无鸟鸟刺翘骹。来，老师对唔对？对。哇，厉害！来，分数。终于得了4千咯，厉害！厝的内底是鸟刺，啊，厝的外口，厝的外口是猫，所以就是咧形容讲，迄个若是厝内无大人，囡仔就作怪，也是讲厝内无即个较即个安尼去细汉的，就会可能无讲照起工咧做代志吼，即款的形容就对啦。嘛是趣味的俗语啦，以上。咱不要紧，咱搁一题，加油！咱真足甲看哦。好，来几个字？5个字。5个字，来，咱请出题。哦，哎呦，顶有写字哦。哦，哇，写什么字？哦，是。好，来，咱知影，咱请唱答。这个图为了真心虚，你看伊家己就笑卡呢。好，来，我提示哦。来哦，来。第一个提示。蛇嘛，咱大家看这动物就是蛇嘛，唔知？过来一字哦。过来一字的提示。拍。好来。拍蛇拍7寸。哦，拍蛇拍7寸。好来，老师对唔对？对。好来，分数。恭喜哦，得了4千咯！好来，咱听老师来解释。好，这华语嘛安尼讲，啊台语嘛是有人安尼讲吼，就是讲这个蛇大概这个伊的迄个蛇身的1/7伊这个所在，若是要攻击蛇，就是爱拍迄个所在，安尼讲是离伊的这个心脏啦，还是讲伊的这个重要的这个部位吼较近，啊就是若讲遐就是伊的要害就对啦，所以表示就是讲，老咧处理代志，就是爱掌握迄个关键的部分，若要讲，对，所以就是有这个俗语拍蛇拍7寸，拄则有讲到蛇，爱注意这个蛇的量数啦，吼，这量数呢，唔是用条的哦，吼，是用尾的啦，吼，对，一尾蛇，一尾蛇，所以嘛有人讲死蛇活尾溜，吼，这个就是咧讲因为这个尾长长嘛，吼，对，所以这个以上补充，吼，就是看蛇哦，来看阮倒价只毛8千，袂歹哦。好来，咱正咧，有4千。好来，答咧，答爱心一粒。了解，阁有一个机会哦，吼，来，咱的人咧，一群变1,200咯。好来。最后一位啊，咱今日来换人。来，卖紧张。好，来哦，几个字？这题有7个字。7个字哦，来，咱请出题。哎呦，是啥？有动物。哎呦，这啥货呢？好，来，知影咱请唱答。就简单呢。
若是简单，我一个字予你，应该是会想得出来吼。好来，第一个提示，爱，我拄啊看到什么动物啊？家己的心情是啥？是好，来，搁第二个字好唔好？来，来，第二个字，主，好，哥哥，怕到就爱看主人。哦，拍到都爱看主人，老师对唔对？莫安尼。好，来，咱请手答。好，机会。拍到嘛爱看主人，拍到嘛爱看主人。正确。无讲啊，音差。差一字啊，拄则以前讲的就是正确的啦，啊，主要就是讲这差别啦。哦，因为你这个动作，第一个先拍到嘛，是。啊，但是问题是嘛爱的意思就是你做一件代志，啊，过来搁爱注意另外一个代志，所以这个嘛甲刀无共款，哈，所以这是等于是两项代志，啊，你爱兼顾就对啦，吼，啊，当然这意思咱知影就是讲，你要做什么代志的时阵，可比讲拄仔讲拍到，啊，你啥怎爱看主人？无定着你拍落了后一时爽，结果主人对你安怎的是，你可能有严重的后果啦吼。所以当然这是咧形容讲处理代志，就爱了解规个状况，啊爱注意遐个背景或者是吼环境相关的人事物，才来做代志安尼吼，的一种的形容安尼。好，恭喜哥哥哦！来，不要紧，到第二题，咱三位加油哦！好，来几个字？12个字。12哦。好，来，咱请出题。哦，两个画面。哦。哇。是。真的是困难。哦，这有影较困难淡薄啊哦。好，来，咱第一个字的提示，你倒位？山。哦，伊看你有看到山。哈，好，绝对个唔知影哦。应该唔知。好，来，个第二个提示。哦，山甲是啥话咧？什么？哦，来，无人。那无人不要紧，我个提。来。第三个提示。节。山什么节？什么？哦，好，无，咱过来哦。过来。过来一字。搁一字。蕊。是蕊。来，过来。好，来，搁提一字。过来。鸡。哦。山什么一蕊什么？好，来，知影咱请手答。山顶一蕊花，唔搭山骹一支草。安尼对唔对？哎呀！哦，不要紧，你们抢答哈，来抢答。哦，来。山顶一蕊花，唔搭山骹一支水。唔对，一支水。哦，是到底是啥咧？来，两位有机会来请抢答。好，来。山顶一蕊花，唔对。山骹一支草，唔对，应该确定要用山骹。哦，所以老师你先牙车啊，是的。歹势。老师伊就一直要去山骹，我嘛无法度。所以老师的意思就是山骹迄两字唔对咯。哦，安尼只要换迄两字就好啊。哦，老师人真好。嘿，老师人真好，哥哥来。顺利啊。山顶一蕊花。啊，是你要搁看提示？好，上会对我真好。上会对你真好。后来搁先互伊提一个提示。牛。哦，这足关键的哦。哦，这足关键的哦。好，我挑战。好，挑战一个。山顶一蕊花，唔搭海洋一支草。哦，用海洋。老师。安尼对唔对？老师无看咱，其实就是真危险。哎呦，危险！无，其实过去口语应该是照讲的啦，就是迄个到底要读平还是平还是平，拢有人读啦。是，就是平洋、边洋啊，是讲平洋吼，这拢有人讲，就是意思是平原啦。啊，不过咱可能较接听到平原，较无接听到这个平洋吼的这个词。
一个是关山，一个伫平原，吼平阳安尼的一个对比，吼。啊，当然因为拄则迄个达安怎吼，这就是讲，这个花虽然可能较水，但是伊伫山顶，检采是形容讲真有才调的人。啊，毋过伊可能较高僻，或者是讲伊讲的物件人会较听无，还是啥，所以颠倒可能较输平原的一支草。其实即个嘛有人讲，甲一支草是点落有淡薄仔小活的意思，就是讲毋通看轻像草仔枝遮尔微弱遮尔细的物件安尼，嘿对，所以这平原。平阳，吼，平阳，这个是关键词啦，吼。好，以上，咱即马来看这分数，吼，看阮的倒队，今嘛有8枪，是好，来正队，正队今嘛有8枪咯，厉害厉害。来答队，爱心一粒，加油哦！后底会合加油哦，好，来林队，嘛是1万2千。哦，起来的第2位啊，阮到第1名。阮到第1名，是咱这回合偌济奖金？奖金有3万块哦，3万块几题？拢做6题尔。放轻松，放轻松。好，来哦，6题哦，上个咱请出题。请问，咱定定咧讲的脑术这个词吼，脑是英文，啊术这个词是倒一种语言呢 ？A. 日语 B. 法语 C. 台语。好，来，恁有20秒的时间，请选择。加油哦 ！A、B、C 哦，脑术咯。共队的先讨论哦。日语、法语也是台语哦。脑术，哎呦，真快听到了。5、4、3、来，吼，这有较严淡薄啊，吼。100万关系就是100万。日语，你讲的是应该是日语吧？因为台语的足侪语言拢有受到迄日语的影响。哦，然后日本时代啦。日本时代影响应该是啊，法语咱也无去哦，法国殖民过应该是较无像啊，系啊，敢若较无共款的。所以我感觉本上是咱就是。对，迄个 A 甲 C 咧劲啊，术敢若是啥？术，拍囡仔毋是用术的吗？咱是用术的，啊术，迄是术。哦，术。哦，无共款哦。啊术哩。哦，是。无共，因真侪拢是日语遐过来。对啊，应该足侪拢日语遐过来。无毋对。好，来，等咧。来，队长。所得，你嘛是日语，还是你用药的？无，因为我是想讲吼，咱伫咧讲脑术的时阵，伊一定是日本人讲的这个开口。脑术，哎，脑术，有影咧吼。不过你安尼看，敢若你做啥物物？脑术，我感觉手安尼比遐忍者，我要变。脑术，嘿，袂歹，嘛是有道理。我感觉日语嘛是有道理。日语应该。哦，来，今摆来甲法国啊。我真系欠唔对啦，因为我今摆想想来，其实嘛对呢吼。安怎讲？拄啊，苏达老师讲嘛，脑术，其实是法语。哦，Bonjour，Ciao，哦，嘛对呢，不行哦，熬了好，赞，熬了袂歹，熬了袂歹，是所以讲，你甲队员，是，中央伊就对法行。其实这嘛是风险，今日甲分开，对啦，啊，咱无把握代志，今日甲风险一人一步嘛吼。其实健康的答案毋是咱的，哇，这边这台语，脑术，其实哦，真正爱听妈妈讲者，妈妈。因为咱查某囡仔做查某囡仔个单，咱拢听厝边隔壁你讲过，对啊，绝对捌听过脑术，捌听过脑术对，啊，毋过我会感觉是有一点仔日语的方式呢。哦，你也要甲用字来写脑术，吼，写起是日语的方式呢。啊，我听我儿子甲我讲。妈，你是徛日语啊？爱你要台语的，所以我即摆今仔是听伊的。无，我是看到你，所以我无肯定。我讲一直甲你送去，一直甲你徛遐啦。对啊，啊无我是要徛日语的。是，啊，因为你若甲想吼脑嘛，脑术，吼，伊个你日语写法对，日语写法脑术。好，后壁拢对好好哦，吼，对好好哦。哦，是啦，
头一题就这么困难。嘿啊，日语跟咱的台语哦，较是有差。你讲对。那要再会真侪人呢？嘿啊！哎呦，来，咱来看一下健康的答案是。是。来先休困者，哇，这个康叫较济。哦，这是真趣味的英语加台语的一种讲法啦吼。啊，这个顺的拄仔大家有小可讲到，就是讲，一方面伊有两种意思，一种意思是食物件食到足紧的，食到足急的，这种就是顺。哦，啊，另外一个意思是用什么会讲顺？哦，迄嘛是顺啦吼。对，啊，即马这个顺是取迄个假意思啦，嘿。啊，所以就是意思讲，脑顺就是变做讲免食，无机会啊，唔免妄想迄个会得到啥，就是无机会安尼的一个譬如啦。嘿，啊，就是这个顺是台语的，唔是日语甲法语。舞台顶各有啥人哦？是。吼，来咱倒对，有3个，会接手嘞。咱请对，再会啊啦！有4个，拢4个坐好好啊。再会啊，来，咱答对咧。咱答对，即嘛有2位。嘛2位台顶哦。好，来恁队各有3位哦。好，来，请出题。请问台南好食的观察帮是安怎号这个名咧 ？A 是俗胖吼开挂敢若观察 ，B 是丧礼的时阵就要拜公嘛，还是 C 要纪念死去的时代？好，来，恁有20秒的时间，来 A、B、C， 请选择 A、B、C 观察帮哦，嘿，来，咱김姐啊，因是台南人啦，是台南人啦，这台南人佫唔知影。啊，拍家庄哦。哎呀，好来，5、4、3、2、1。哎呦，拢徛好啊！这题应该是大家应该拢爱知啦。对啊。因为这真正有影足有名观察帮，啊，你有看什么电视啊？外国人来就知啊。外国人来拢有介绍，吼，拢有介绍过什么意思？来问这咱台南人。这讲台南人。这一间赤坎，是萨卡利巴赤坎内底。萨卡利巴。伊的名叫赤坎。啊，所以伫阮少年的时阵，迄阵一份是10块。10块，嘿，迄阵咱就感觉迄是真好食，真贵的物件，嘿，伫阮那20岁以前头10块，是，嘿，啊，即摆敢若是100通块吧。啊，外国人去嘛会食，因为免散。以前是啥物？地瓜，还是迄个啥？迄个麦蚱啦，然后还是啥物？嘿，对，放了啊个。虾啊啦，啊个锅芡然后啊，摊鸡啊，摊鸡啊，其实就像外国迄种浓汤啦，因为你通啊摕胖来混啊，是，啊你就拢对啊，对啊，都袂晓，你个欣赏。来，咱来看一下健康的答案是。拄则大家讲啊差不多啊啦吼，啊，就是因为古早拄开始是有放迄鸡肝，所以拄开始其实迄个名是叫鸡肝帮啦。鸡肝帮。啊，检查是吼，这嘛是搞做生理的，感觉讲啊，号一个较特殊的名。可能较成人捌安尼吼，是，对，所以落尾才号这个观察帮。啊，其实这种词本来伫民间应该是较禁忌、较无爱讲的。啊，不过因为食食这个物件就是较特殊、较成人气吼，所以就落尾就拢一直用观察帮这个名。哦，以上。好，来继续第3题要出来哦。来哦，上个咱请出题。请问，人讲上马起好是什么意思呢 ？A 是世间的代志看透透。还是 B 处理代志的方法唔对，还是 C 讲一个人吼足无胆的。好来，恁有20秒的时间。上马起好，上马起好啊！系啊，是倒一种嘞？倒一种？是卡波，是世间代志看透透，是还是处理代志的方法唔对，还是讲一个人无胆？4、3、1，停！哎呦！好，哎呦，哎呦，大家拢徛工位呢。咱김치啊，敢若是带头的呢。김치啊，这是明灯啊。无啦，没有。灯塔，你知道你徛在倒位，大家都对对。我不一定对哦。伊真欠伊，伊讲我唔知，我唔对，我无一定，不一定对，我对我。你看后边，是，咱少年的阿拓来。阿拓应该较知，伊有做好的话，伊较知影讲，你捌听过一句话？
哎呀，有听过，有听过。上马起吼，是你感觉是处理代志的方法唔对。本地就是你好本来就食肉嘛，所以你可以就一喙就合起啊，所以代志无都解决了，所以才有这个感觉。伊嘛是还佫继续食肉。对。你无叫食菜啊？所以要上毒药好食，甲头时才对。安尼咱就爱保养，应该甲好上灶就对。啊，无唔对，无错。来，大家讲徛边呢。阿兔拢对哦。系啊，感觉拢对啦。是啊。好来，咱来看一下哦。健康的答案是。B， 拢对。补充就是讲嘛，有人讲唔是用送，讲用体嘛，是一个讲法，体肉饲好安尼啦。哦，啊，甚至佫有人讲挂肉饲好啊。哦。啊，不管用什么方式，就是讲意思就是。你就算是摕肉去饲伊嘛袂甲你感谢，所以嘛有人是用安尼来，譬如讲望温培育的这种唔知影感温的这个状况，有一种嘛有人会安尼用啦，啊你要讲是处理代志方法，无对当，还是讲无正确，这方面嘛会使，以上。继续哦，加油哦！哦，即马到第3题，即马要选来第4题哦。第4哦，好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台南人爱食甜，甚至捌用糖来做啥物呢 ？A. 火车的铁路 ，B. 花轮机的跑道 ，C. 正感的船身。咱嘛有火车，嘛有花轮机，正感嘛有啦。为什么是做船啊？哈？这敢若有限制。限制。糖大家就想到火车，火车先甲抬掉，啊来正南爱伫海内底袂甲糖会扬起嘛。对。我就要调工来经这个市，好吗？好来，咱来看一个正确的答案是。台南人爱食甜，甚至捌用糖来做啥物咧？请出题。请问台南人爱食甜，甚至捌用糖来做啥物呢 ？A. 火车的铁路 ，B. 花轮机的跑道 ，C. 正感的船身。好来，你有20秒时间 ，A、B、C 请选定。用糖啊来做铁路，是火车，还是花轮机，还是正感呢？哎呦，糖啊呢？哎呦，再搞。对啊。这我来个。4、3、2、1，好来，你拄拄啊，甲妈妈一直甲杀去中，你是存什么心？你直甲杀出去，甲伊杀去100万。哦，甲妈妈杀去100万，所以你算是火车。因为无确定呀。我感觉我是对的。是。你感觉你也是对的。你捌听过无？台南人啊。唔捌呢，啊，毋过我知影火，迄阵啊有火车的载甘蔗。对，因遐真名。台南。对。啊，台南那像无无人机的机场吧？以前那像无机场安尼吧？上早以前应该用糖啊做应该是以前。是，好，阿兔，你是台南人吗？唔是，你唔是。我食咸的宜兰人。你宜兰人，啊，你啥啊？因为这应该是较古早的代志嘛，你不管是飞轮机还是战艦、战舰这款物件，拢应该是国家的力量去做的物件嘛。啊，国家大概也袂摕糖来做这个代志。糖啊，尔贵。对啊。对啊，甲盐比起来，应该糖较贵吧？应该是。咱四面转海嘛，对啊。我拢食盐，拢食盐的。哎，食椒盐。椒盐嘛。是啊，是啊。来，伊个是台南人啊。台南，嘿，花轮机。恁后生甲你送过来。阿姨要讲的，阿姨讲的花轮机。台南有花轮机场啊，啊伊用糖来甲铺那个跑道，铺路铺边顶。铺路安尼。有影糖，若是做甲真大地真甜。系啊，啊伊也无永康糖厂，较早有永康糖厂咧做糖的啊，啊所以是毋是用安尼来铺的花轮机跑道？对，是，无唔对。好，来，尤林，你的一直在，你的表情一直在想，安尼感觉。啊，只因三个人，所以 A、B、C 拢徛一个。是啊，拢爱徛一个，一定爱徛一个，风险一定。所以你分着 B。是，我嘛刚才知影，以早都是用火车的载甘蔗，啊，我想讲，真正分散一个无，袂使拢徛遐呢。是，无唔对，嘛对啦。咱嘛有火车，嘛有花轮机，正嘛有啦。
这嘛台南人是台南人，你像你的正感，你这做的。这下面是做船啊哈。我想讲吼，这敢若有限制，含这糖大家就想到火车。对无？火车先甲抬掉。是。啊来，无人机。无人机。啊来，大家想讲正南爱伫海内底袂甲糖会扬起嘛？对。我就要调工来经这个气，好嘛？哦，反正有可能糖拄着海水变做足定的，够可能。真正是咱这正感哦。后来火车、无人机正感哦。嘿，后来咱来看一个正确的答案是。台南吼历史的其中一个真趣味的代志啦吼，啊其实是伫咧迄个二战尾期啦吼，日本人啊，这个因为伊要战争的这种需求吼，啊伊希望会当就是甲这个迄当阵有台南飞行场，吼台南伫即摆南区遐，伊早有一个台南飞行场，吼啊飞行场内面，但是迄个时阵是日本海军的军事基地。吼啊，所以就是要有这个希望扩建这个跑道啦吼。啊，跑道迄当阵就是因为物资欠缺嘛，所以怎这个日本人想到讲啊，试看要用糖这个物件，糖蜜来代替淡仔胶来做这个跑道安尼啦。嘿，啊当然是足大量啊，有一寡做法这过程吼，啊总是就是落尾真正就是用这个糖蜜来。做这个跑道部分安尼，嘿啊，当然落尾战后就是这个飞行场有去这个搁转做这个落尾嘛是台南航空站啦吼，对，就是有一寡历史的变迁，嘿啊，所以这是台南人真特殊的用糖来处理这个，当然这唔是台南人本身啊，是迄当阵战争的这个尾期日本人处理的，嘿。好，来，咱即摆来看者舞台顶，即摆够有相咧。哦，咱即摆倒对有两位，来下手者两位妈妈。来，嘿，啊来，咱的正对休困啊，好来，答对够一个哦，最后希望全村的希望。我嘛是一位哦，加油哦！好来，咱加油哦！第五题，咱请出题。请问物件吼有食咸有食甜，啊若台语讲到食甜是讲这人安怎呢 ？A 真爱交朋友 ，B 面拢拗嘟嘟 ，C 做代志食开。好来，恁有20秒的时间，请选择食甜哦。是啥物咧？嘿，会记看好哦，食甜哦。4、3、2、1，停。哎呦，这甲咱问妈妈因拢对吼，一定拢讲过啊。对啊，食甜食甜。这吼就是爱食，可以食着甜才会知啦。是，김子啊，咱做代志食开啦，是不是？嘿，做代志食开。好，来，咱来问少年的吼，来，姑娘，你知影食甜是啥？唔知。我歹势。啊，你知影啥物是食甜粽无？甜粽，嘿，就是迄有一个味，真好食迄种嘿，甜啊。啊，你知影你徛你遮是淡是？做代志。食开是，无唔对，做代志食开。无紧，带妈妈行啦吼。带妈妈行。妈妈做零食，妈妈不要讲太开啦。妈妈无一人一边徛一边拢做代志食开。哎呀，是，因为我本身嘛真爱食迄甜粽。嘿，啊，之前咱像听过，应该就是食开。好，来，咱进来看一个哦。哎呦，第五题啊呢？这看起来简单嘛，无简单呢。因若拢唔对，咱3万块就省起来。啊，对。好，来，咱来看一个正确的答案是。C， 哦，来哦，拢对啊，拢对啊。好，来放轻松一个哦，来，老师，咱请解释。嘿，就是咱过去拢会想讲啊有甜粽嘛吼，甜粽，啊会想讲啊甜哪有啥，啊毋过就是甜这种物质其实是无适合。单独安尼食啦，嘿啊，而且强碱性的物件嘛是会伤害咱的身体啦吼，胃肠啦吼，对，所以就是讲，你若讲单纯讲食碱，其实就是一个会有伤害的物件就对，所以讲就是意思用来讲食开的意思安尼，啊，以上。好，再要看人数哦，唔通愈徛愈后壁，后壁无电梯啊。好，来，上位咱请出题。请问
华语的万一，台语袂当安怎讲咧 ？A 万不一 ，B 万不离 ，C 万不万。好，来，你有20秒的时间，请选择。袂当安怎讲？袂当安怎讲哦？万不一，万不离，万不杀，好无？万不万。万不万。5、4、3、2、1。哎呦，万一啊！万不离，万不万呐，是袂当安尼讲。袂当。嘿嘿，万不离应该是一句无介好的话嘛，然后万不离安那，万不离会是什么代志？万不离会是安那，我感觉应该是万不离较对，万不离。唔是啊，伊的意思讲会当安尼讲。会当安尼讲的就对啊啦。嘿，台语是袂当安尼讲，袂当安尼讲，或者是袂当安尼讲。嘿，无唔对。系啊，对啊，万不离甲万不离其实拢。所以是台语袂当安尼讲嘛，万不离，无唔对，对啊。真看你人听到人你讲万不万啦吼。咱两点全部意思。安尼妈妈你就害着人安尼。好，来有你咧，无迄个意思。因为万不离都有听过啊，就是一种。拍手的感觉，是，但是万不万就是一种一百拍的感觉，意思无共款，无共款，系啊，是，来哦，这万不离吼，安那都万不离害着人，万不离哪拢无呢？啊，咱就醒起来啊，就爱比头一回合的分数咯。啊，咱跳去死吗？啊，你是徛唔对哦。无啦，阿伯啦，阿伯，妈妈你袂记住，妈妈袂记住。妈妈你小困一下，今晚无你代志。对。好，妈妈，我要讲答案哦。来哦。正确的答案是。100万是 C。万一啊，万不离，这上常听人讲啦吼。啊，不离就是一嘛。不离假就是一种介绍嘛。对啊。所以万一万不离，这是拢足侪人有咧讲嘛，无问题。啊，即马较趣味的就是这个万不一啦。万不一啦。这个万不一，这个就趣味啊。到底是万一还是万不一？啊，当然这有几种可能性，一种就是讲万不离这个音嘛，吼，万不离，这个音其实甲万不一，这嘛小可有像啦。所以检猜敢会是讲其实是万不离，啊，毋过就讲句有的人就不离，拢有人讲安尼。吼，啊，另外一个是嘛，反说是一种较热气的讲法。哦。无要一尔，我就是要不一。哦，这到底是安怎无讲介确定啦，毋过是拢有人讲，是对，好，所以就是无万不万的啦。哎呦，好，来看咱的斗队有几位？今嘛有2位，啊，咱的答对1位，恁队1位，所以咱3万块给互上侪人的迄队，就是咱的斗队。好，来麻烦2家请回。有人请回。来，妈妈等你来中。来中啊！妈妈，听你回答这拢足好听的呢。对啊，介温柔呢吼。嘿，无唔对，咱来看一个分数，看因斗队即马踏起来会偌济钱哦。好，来，咱看咱斗队。斗队头前是8000，所以踏起来是38000。哦，啊，咱正队咧。啊，正队有8000，嘛真好啦。啊，答对咧。啊，答对赶快爱心一粒。哦，嘛袂歹啊，刚拼到尾啊，上尾啊是剩1位哦。对，这厉害。啊，那咱恁队咧？啊，恁队有12000。哦，恭喜恁咧，摕到门票啊！总决赛门票。是，来，奖金偌济？38000啊。有想要摕转无？有吼。好，来，今日咱的1票1000斤。1票1000斤，楼顶楼下经1票。是，咱今晚奖金偌济？38000啦哦，38000块啦，38000块就38秒呢。38秒。哦，多加一。哦，变成加10秒，48秒，好唔？48秒，好。对哦，题目无困难，这个题目无困难，就是楼顶甲楼骹。欢迎爱去。好，互恁拣。啊，若讲着就停。阮就会停，分数秒数就会停。讲完我就停，啊，再来看卖有镜头无？免想这，紧来拍落去就对啊。啊，会使参详啦。嘿，拢会当参详。好，来，咱今晚第1位是啥人？摆一摆。嘿，啊，你等下甲提醒，你下提醒哦。好，来，我要开始啊哦。上个咱请出题。来子是楼顶还是楼骹？来子是楼顶个楼骹。来子好，楼骹停。
啊，楼顶迄楼顶是啥？迄是奶茶。拢总38000块的奖金，因会当摕偌济转去咧？就是楼顶甲楼骹，欢迎爱敬吼，互恁敬。啊，若讲到就停，阮就会停，分数秒数就会停。讲完我就停，啊，再来看卖有正确无？免想伤济，紧来拍落去就对啊。啊，会使参详啦。嘿，拢会当参详。好，来，咱今第一位是啥人？摆一摆，摆一摆。嘿，啊，你等下甲提醒，你下提醒哦。好，来，我要开始啊哦。上个咱请出题。好，请问赖子是楼顶还是楼骹？嘿，赖子是楼顶个楼骹。赖子好，楼骹停。啊，楼顶迄是啥？楼顶是啥？迄是奶茶。奶茶台语安怎讲？年茶哦。年茶哦，是。对啊。对唔对？正确，来子简单啊。好，来第二位。来。哦，今嘛秒数佫真好。哦，佫真多咧。是，啊，毋过要甲恁讲者哦，拄也袂记你讲。系啦。哎，若一个人唔对，拢全丢咧，就无奖金嘛。所以拢爱丢。好，来咱加油哦！来，上个咱请出题。来，请问高仔顶是楼顶还是楼骹？请看。嘿，来楼顶个楼骹，高仔顶。楼顶。停。好，啊，楼骹是啥物？迄个人咧拜头前的顶，新明道的顶。对，人咧拜头前迄个顶。是，拢有咧拜拜哦。无，我无咧拜拜，我是阿妹，歹势。没标的拢拿看就。啊，对啦，标有看。好，来对啊唔对？正确。哦，啊，厉害。好，来第三位哦。是。好，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笨鱼是楼顶还是楼骹？笨鱼哦，来楼顶个楼骹。看详细哦，看详细哦。笨鱼。楼顶。好，来继续。楼顶。停。哦。好，来啊楼骹是啥？刷鱼吧。哦。楼骹应该是刷鱼啊。啊，阿姨听做讲啥？楼顶啊。楼顶啊。嘿，楼顶啊。是，好来对唔对？唔对。他说阿姨讲者，哎，敢若是楼骹。哦，哎，真正。嘿哦，好，表弟叫做行啊鱼。是。行啊。这是行啊。哎呀，你看有安尼一点嘛，一点，但是不要紧，门票咱已经摕到啊，8万的门票，免烦恼济，吼，咱真正100万的等人，对，好，赶快爱来去颁奖。来，无奖金，咱有奖杯啦，恭喜哦，100万的门票啦，啊，搁一张门票哦，好，啊，其他咱无着不要紧，咱后一季咱搁报名来参加，好，同款100。应该是只蛋有啦，好，其他哦，加油哦！谢谢咱的国文老师，是，好，谢感谢咱的丹宏伟丹老师辛苦了。大家有智慧，讲台语铁爸爸，好，大家拢欢喜，再会。谢谢，拼到最后一个了。对啊，对啦，你们遇到老师，赶快。好，回过来，谢谢。